野岭风歌，树那内一阵乌衣人急急而行。哪来一处徛一间小屋，两名小童伫屋前过耍，不知危机将至。上官贤就感风中一丝异样气息，为屋内行出，雄雄一指破空射出，向小男童指去。上官贤见状，遂用双手甲男童压伫身躯边，以身护持。灵箭射中上官贤倒手，今日去厝内。两名小童一个听到，遂走入去厝内。阿莲紧带囡仔避起来。阿莲虽然心内惊吓，嘛是强迫家己冷静，拍开藏伫涂骹下底隔间，参两囡仔屈伫内底。上官贤恐惊家己的武功无法度应付这摆威慑，大声就向天顶放火龙箭，要化人之愿。火龙箭飞到一半，其中一名乌衣人一个跳悬，把火龙箭炸落来，无好放起。上官贤看到虽然失望，但无烦恼介久，心肝随掠贪怀，要拼到底。伊放眼看去，乌衣人为首一人，其他大概也有8人。伊武功无悬，毋过真有气力，一支七尺大刀刻出来，更加无人敢挖过。为首迄人见状，三刀剑气连发，上官贤正手双脚跌伤，大刀脱手，逃出天용小步，最棒！而且天용小步根本无伫此地，随眼杀！为首者一声令下，乌衣人规阵青挖过，要互上官贤死。上官贤双手双脚跌伤，大刀舞袂叮当，不过气力关在，稳招起势，但头也真把，摒势反抗，一呼动关。乌衣人之手冷眼旁观，静静等待。一刻间过去，上官贤当伤规身躯血，伤痕空脆不止者。上严重的是，道边腰腹相连之处，逢重击捅过一空，大量血足失去。简单徛咧，就用尽全身气力啊！其实，伊是靠坚强的意志挺条咧。乌衣人之手此时出手，用一剑断手。危急之时，天际一道白彩红光射来，击中上官贤。雄雄之间，小屋4颗连长，煞时间冻点，无人会使顶动。上官贤意识被风拖入去一处神秘空间。仙果境界内，一粒仙旗之果，浮伫空中，花彩光芒四射。上官贤昏迷不醒，趴伫涂骹，果内传出一寡声音。哈喽，少年人啊，紧精神咯，陪我啉酒啊！哈哈哈哈哈！喂，紧起来呀！你头拄啊真勇呢，我欣赏，咱来做朋友啊！你真趣味呢，陪我算刀啊好无？咱来比看谁会当互人掠较济刀。恁这小查甫吼，规工安尼消消落落，会甲人惊着啦。无法度精神，敢毋是灵识受损？也是阮阿庙较细致，但是灵识去的轻易受损。我认为伊的光体太弱，为多出劫，动用明火清池，才导致灵识有散离之状况。所幸你安怎看？我赞同汝之分析，咱两人同时思维，一气灵火将伊唤醒。凌霄甲xuất生配合运输能力，凌霄布下阵法，稳定上官贤之灵识，使其不再离散。xuất生化出剑形，先吸收四线境界内之灵识，再固细密的剑气，填补上官贤的灵识。
人完成收工，将不见上官贤精神。此时，回路请一座琴声，回路发出古琴，悠然之音响起。上官贤规身发出光芒，各路文书整个仙果之力，以琴音共奏。落尾一声煞过，琴果之力见效，上官贤茫然而醒。这是你伫仙果境界内，阮乃仙果不阴魂。但时间有限，我直接明说，你与阮无缘。方才那道火亮箭虽然未崩，但光芒却因着阮之此地。为杀你的人是魔族，而不阴魂的宿命是打败魔族之王。你之实力不足以突破中围，阮可助你一臂之力。对不住，情势紧急。阮直接将你之灵识拖入仙果境界，过程中你之灵识以及互传，险险散离。阮当时为灵识中看尽你之一生，无得到你之同意，望你海涵。但阮也照此知晓，你是值得信任之人。仙果不阴魂之力，需要借外界人躯，方能完整发挥。但若使用不阴魂之力，需要承接不阴仙果之宿命，一生以消灭魔族之王为业，你可愿意？虽然我也无法度补清楚恁是何人何物，但为了救母囝，我只能答应。好，将兄弟一点其力，扭转乾坤。公路为煞，不阴魂各展技能，通美精血、断骨、削足、洗髓、炼精、勇气、勇神，全面改造上官贤。上官贤出身名门上官世家。不过因为家内小达，11岁时阵为父辈戏言去互逐出家门，天阳生母便是上官世家祖传之圣器。但圣器自以早就是世家接手继承，是安怎魔族会来找伊讨，是未知之谜。伊有一粒灼热的正义之心，定定参与讨伐魔族的战事，人生做高强大汉，力头真饱，可惜练武资质真歹。拼甲40岁，原来伫武林无啥成就，不过做人诚恳实在，人缘好，人面阔，江湖名声袂歹。但久长以来，深藏上官贤心内的，就是伊自恃武功太足，地步不足，各种能力拢无够，无世家庇护，无才调做大事业，无法度为武林做更较侪代志，就要变做伊一生的遗憾。即马总算有机会，会当一展抱负。转来现世，仙果新力回来，时间继续行，现场众人全精神，一道强光为天顶降下，天地灵气汇聚，照向上官贤周身。原来名如残疾的人，雄雄变甲完全溃力霸天，众人见状难以置信，一时硬气。此时上官贤慢慢为光内行出，拿出手拿刀。不阴起过，天翻风魔，灵魂既明，机灵开火。目前的你，仙果之力大典，魔族恶人一将落败，恶人之手见情势不利，遂下令向公而走。敌人走了后，上官贤遂入去屋内看母囝，国怒之灵现身要谈话。公路甲上官贤一家伙仔谈煞，阿莲通知影红赛未来路会怎样行，嘛愿意接受国路的安排。不因仙果的使命，乃消灭魔族之王，必然之情，
魔王行役，公路打造仙果，调集7代高手摆布仙果伏魔大阵，要对付魔王。不过魔王饿死，为成功伏魔，被人牺牲性命，成做八阴魂，使仙果的力量提升，甲魔王之魂封伫果内底。八阴魂拼死，镇压魔王之魂必然。仙果的秘密，交代国老创立的仙果门代代相传，到今才互魔族的后人找到，解开仙果封印，将魔王之魂放出。今日魔族必然大家拱成，迎接魔王之魂回归，而且在重塑魔王金身，等待分身合一。但魔魂经过必然压制，能量太弱，爱重新补足，魔王才会当复活。同时嘛要避免正道人士来迫害。魔族这次想出一法，用魔族至宝万血魔珠之力，开启时空缺缝，五代护法。护送魔王之魂去到异世界藏起来，闭手一时，豆豆复原，等待时机，东山再起。为追捕魔王之魂，八阴魂之灵效，借上官贤之身，开启灵旋机灵，算出魔王之魂行踪。众人想袂到，竟是走位异世界苍凉。公路尺度，仙果能力不足以开启时空缺缝，一时之间，众人束手无策。忽然，一行人出现伫屋外，上官贤发现来者竟是上官世家之老武师杜有义率将之来。贤少，今日魔族都是上官世家将魂部，自家被灭，将部离散，死伤惨重。经过这首，命我暗中将天阳圣母送来给你。望你保护上官家圣气，想袂到魔族早一步找到你的行踪，好佳哉圆满解决。对不住，为着保护圣气，方才阮无法度现身相救。老二，少年时定受你看过，你平安较重要。想袂到经过竟然会甲天阳搞我，这。讲来话头长哎呀，免讲咯，观众听袂落咯。讲咯，这有影是天公伯啊宝贝，天阳圣母可做仙果思维，你甲山神合力，运输相气，便可拍开时空缺缝。上官贤，事不宜迟，把握时间。我明白，老二，多谢你送来天阳。不急深谈，我要完成使命，请你将我的母囝送到仙果门的秘密所在，我才能放心离开。贤少，老二以命担保。多谢。魔族筹谋必然，今日全族进出，起兵行阵，大仙执行救魂计划，找出仙果封印之所在，成功解放魔王之魂。而且，阁要用万血魔珠摧毁仙果，仙果门人死守不放，及时唤醒八阴魂，保住仙果不灭。仙果当场两悬，飞的天而去，飞到一半，互上官贤的火龙剑光吸引，救着上官贤一家。八阴仙果之宿命，才通延续。魔族第2站计划是夺宝，夺出威胁魔族大军的伏魔四宝。天阳圣母地开明镜，人团武衣，法度圣典，四大家族上官、端木、灵狐、司徒分别各守四宝。天阳圣母就是交上官世家来换，魔族军强，世家不得，四宝失其三，独独天阳圣母保有条。现此时伫上官贤手头。上官贤调换国老之力上身，运输秘法。仙果扑空，引风雷，吹鼓声。国老退驾，率先进阵，率先舞动天阳，拥戴真气汹涌而出，加吹风雷之力。随后拄第3寸，天阳接地气，圣母之灵开启，将仙果鼓声能量吸纳，混完增强，再放出。100年前的武道相伝，
配合两代盛气，前所未有的玲玲大方，山河齐祥，天地共鸣。此时，天顶离开一大船，时空铁窗拍开，异世界通道出现。上官贤抓准时机，正手抓天龙，腰间挂仙果，创新飞入通道，向异世界而去。上官贤啊，你既承受天命，也将前往未知的世界。我想为你号一个新名，上定面对新的命运，请道吉祥。你原底命中带贤，加上以仙果为缘，我处同音故字，合为仙果，加上八音之助，是为八音仙果。望早日人果合一，红魔功成。我完成此命，从今以后，我就是八音仙果。片刻之后，仙果卡达异世界土地，原道，这是异世界地球魔王之魂的方位地，一个叫台湾的国家。八音起果，仙法红魔。灵魂寄命，机灵开夺。天勇现世，开歌还初。八音仙果。